我係葉傲東，係第8屆立法會新界東南地方直選嘅議員。咁喺08年開始咧，我自己就參與選舉嘅工作，一直咧就係當呢個區議員嘅。咁亦都曾經做過區議會主席。咁我自己咧本身都係一個從記者開始做起，對於我哋嘅社會嘅問題啦，或者係我哋嘅時事嘅熱點咧，我都好關注嘅。咁我希望咧未來亦都可以更聚焦咁樣處理好我哋地區嘅問題。咁希望我同大家一齊攜手建設一個更美好嘅社區。喺未來4年，我希望喺議會繼續同大家一齊推動文化藝術走進社區，讓大家嘅生活可以更加豐盛，亦都會持續跟進地區嘅交通網絡，讓大家有一個便捷嘅出行機會。要行下係啊，活動多啲。但係今晚開始翻風啊，真係着多件衫。係啊，多謝你啊！可以去我哋辦事處嗰度，我哋又做下啲義工啦。做下啲參加社區服務好冇？好唔好啊？多謝你啊！我哋嘅工作就好似一個接力跑咁樣，無論喺區議會定係立法會層面，都要做好接力、齊心協力嘅工作。希望以一個團隊嘅形式，更好咁樣為大家建設更美好社區。喺未來嘅任期之內咧，你有啲咩嘅工作計劃？我自己個攝影嘅愛好者，我對於文化藝術咧係一個好熱衷嘅。咁我希望咧，將一啲文化藝術嘅工作咧，亦都可以帶到去社區，將更多唔同嘅活動啦，或者文化嘅項目咧，係帶到去新界東南呢度。嗱，譬如喺將軍澳嘅海旁啦，我哋可以透過棧道嘅興建咧，讓我哋市民喺空餘時間咧，亦都有更多嘅呢個消遣嘅活動。而我哋亦都應該善用翻將軍澳南呢個海濱長廊，舉辦唔同嘅文化活動。呢個新界東南咧，交通問題相信係居民咧好關注嘅。過去咧喺將軍澳都特別，我哋見到唔同嘅擠塞問題咧係困擾咗居民嘅。就算喺馬鞍山都好，佢哋每日喺透過大老山公路出去咧，都會有擠塞嘅問題。咁所以公路嘅建設係第一個啦。咁所以未來點樣可以將我哋嘅幹道係進一步打通甚至係興建更多嘅幹道，讓我哋嘅市民咧係進出係更加方便。所以未來咧可以喺東九龍有個延線，透過輕軌嘅服務咧，去讓市民有更多嘅選擇。新嘅時代咧係由治及興啦。咁你認為我哋香港咧其實係即係未來嚟講，我哋往邊幾個方面咧，我哋可以去再出發咧？面對住15規劃一個好好嘅開局之年啦，我哋係要把握住呢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機遇。咁我哋亦都要借助翻香港本身嘅優勢，讓經濟再出發。